Hello， 亞視個月拖糧，新聞部員工終於忍無可忍啦！佢哋計劃喺12月22號冬至申請破產欠薪保障基金，仲會喺同一日發信俾管理層，話如果攞唔到11月嘅人工，將會按法例工作。咁咩係法例呢？咪就係僱員超過1個月未收到人工，就等同終止僱傭合約，即係12月31號之前仲未收到11月嘅人工嘅話，新聞部所有員工喺2015年1月1號就唔會返工，新聞部隨時接啊！勞工處亦都已經向亞視發出警告，話佢涉嫌違反僱傭條例欠薪，仲問緊律政司意見起唔起訴佢添。咁網民就話良心電視台都冇糧出，而且免費電視冇新聞部，法例上可以釘牌收返嘅喎。咁其他人一聽到亞視可能會接台，反應就好開心啊！又話要送花牌，又話要召喚小鳳姐出嚟，熱烈地彈琴，熱烈地唱。最有創意就可以話係今年元旦唔去時代廣場，去亞視倒數5、4、3、2、1，熄大掣！